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咱新闻定来报道，警察咧围捕嫌犯，嫌疑犯插翅嘛难飞。这个意思是讲，警察已经一言一言把嫌疑犯围起来，就算讲嫌疑犯生死啦嘛飞袂出去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读做实之一实第8条。实是鸟仔用来飞的器官，咱讲实啦，卖当讲是实骨。啊，若是天开实啦，咱讲天实。另外鸡仔嘛有实，也毋过鸡仔袂飞。料理了有人爱食鸡实，也有含实啦型同款的物件，咱嘛会讲实。像讲鱼仔的腹鳍，咱讲是鱼实。啊，若是回灵肌两边，亲像鸟仔实啦的部位，咱讲是回灵肌的实啦。这个文音读做一，同款是第8条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实骨，也就是实，有的地头讲是实啦。另外较早有一个词讲老实啦，字面的意思是讲鸟仔因为实啦受伤，摔落来到涂骹，落尾比如做离家出走的少女，或者是违法的性工作者。第二个词读做片实，意思是讲咱人片倒两边的这个部位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把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迄两个阿明坐开灵机食好料的，鸡实实骨拢足大只，伊食着好滋味。鱼仔煞隆隆叫，伊就赶紧饲片实来分享，就随较好啊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实，这是白音；另外文音读做一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